讲到早期，伫咧基隆八斗仔港边，拢是满满的zan仔船。渔民若要掠鱼，就要3只zan仔船做一组，做伙出海。时来演变，这zan仔船即马已经渐渐无去。为着卖互这样传统甲造船的工艺失传去，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特别有办一个工作坊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做zan仔船，实际体验嘛体会渔民的辛苦。 侪囡仔甲家长围伫这只zan仔船边啊，替船身抹红点彩。这是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办理的造船工作坊，所有人共心做伙完成这只zan仔船，体验传统的造船工法。这只是茶做的船，所以我特别带囡仔来斗阵去做这只船。第一届我唔参加，第二届我感觉，后来我都规只船拢做好的时阵，我感觉这是最好，对囡仔来讲最有意义的。 嘛，就好省诶。看台语怎么说？zan仔船。为什么会想要来？好玩。另外，家长也分享，即马真少囡仔知影船是安怎做出来的，而且这种传统的工法搁较罕得看到。海科馆也表示，zan仔船上早伫清朝末期，八斗仔东北角这带近海渔业，拢会用这种茶头做的zan仔船掠鱼。不过，即马船拢是用玻璃纤维做的，港边已经真少看到zan仔船。即马伫咧万里，听讲有一台2台船啊，又放伫咧海边啊，毋是要来掠鱼啊，是保存起来，是毋是去作业的船啊，所以即马即种造船的迄个工业已经拢失传啦。海科馆也表示，科学发展技术进步，即马真少人使用zan仔船。不过zan仔船这款传统的造船工艺，是祖先为着趁食一路行来的累积。 内底有早期渔民的智慧，甲对生活打拼的精神，这也是现代渔业会当发展到今真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海科馆甲海委会合作，伫8月份就有先教民众用茶头做zan仔船，趁一个礼拜办理彩绘工作坊。未来也希望透过更较侪zan仔船的体验活动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八斗仔的zan仔船，学习渔民打拼的精神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基隆报道。